澳門新會木州同鄉會舉辦同鄉會成立7周年會慶暨敬老聯歡晚會，於5月28日晚間萬豪軒舉行。會長廖轉群致辭時表示，同鄉會方始終以聯繫鄉親、服務桑梓為己任，近年積極組織會員返鄉考察，深化兩地交流，並向木州鎮社會福利中心捐助7萬元人民幣紓困長者食堂。展望未來，同鄉會將從3項發力，堅守一國兩制，維護國家主權與澳門繁榮安定，擴展經貿網絡，推動澳門企業投資木州特色產業，培育青年傳承，設立專項獎學金，鼓勵鄉籍子弟返鄉實習參訪。新會區木州鎮黨委副書記、鎮長馬英年致辭，高度肯定同鄉會貢獻。同鄉會始終是聯結澳門與木州的關鍵紐帶，在支持家鄉養老事業、推動文旅融合上成效卓著。未來冀深化百千萬工程合作，引入澳門經驗，活化鄉村經濟。理事長林建華致謝詞並亦指出，將持續搭建兩地青年創業、農產品展銷等平台，助力木州融入大灣區發展。晚宴特設敬老金派發環節，向同鄉會長者表達關懷。現場播放木州鎮發展紀錄片，展現水鄉文旅新貌。